大家好，在今天聚會結束前，和大家分享幾項接下來的家事安排。係啊，未來幾個星期教會有幾項重要嘅活動，都係同時間安排，大家記得留意一齊睇下啦。首先提醒參加教會夏令會的弟兄姐妹，錄影須知已經上載到教會網站，請大家出發前先仔細閱讀，並且營會手冊也已經上載。另外8月28號星期五入營當日，鼓勵大家喺中午12點開始由紐約市出發，咁樣就可以預留足夠嘅時間喺下午3點前到達營地參加開幕禮。請大家提前安排交通和行程，預備好心情，一起期待這次的夏令會。因為夏令會的關係，8月30號星期日教會將暫停開放，當天不設實體主日崇拜。不過大家一樣可以一齊敬拜，我哋會喺營地現場嘅主日崇拜直播嘅，時間係早上嘅10點，歡迎大家喺網上同我哋一齊參加。直播連結可以在教會網站上找到，請大家留意相關資訊。另外提提大家，至於9月6號嘅教會午膳餐票，今日崇拜結束後或者午餐嘅時間就可以讓大家預購。預購從速哦。接下來提醒家中有孩子的家長們，今天也是兒童主日學升班的重要日子。今天上課最後15分鐘，各班即將升級的孩子會到新的教室和新老師見面，提前熟悉新的學習環境。然後到9月6號，小朋友就可以正式上新嘅班。如果你嘅小朋友今年需要升班，記得留意海報上嘅新教室資料。也特別提醒家長，今天11點半到新教室接孩子。家長記得啦，今日11點半要去新嘅班房接你哋嘅小朋友。說到孩子們，我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很值得感恩的事情。這個暑假，我們有一群老師和義工，花時間陪伴孩子，服侍孩子，透過 Summer Camp 讓他們有機會認識耶穌。好多謝每一位參與、支持同奉獻嘅弟兄姊妹，你哋每一份嘅付出都可以成為一個孩子認識耶穌同教會建立關係嘅開始。讓我們一起透過這段影片回顧今年 Summer Camp 的精彩片段，也為神在孩子們生命中工作獻上感恩。我哋一齊睇下呢段精彩回顧啦！接下來提醒大家，
9月4號星期五晚上7點半，教會將舉行實體禱告會。因為今次係實體聚會，所以我哋唔會再設網上禱告會。另外9月1號星期二的網上禱告會將暫停一次，誠意邀請大家返嚟，一齊相聚、感恩、敬拜，喺禱告中遇見神。最後提醒大家，暑期活動已經結束，關愛社和建新社2個聚會將在9月份重新開始。關愛社會喺9月2號星期三重開，而建心社就喺9月4號星期五重開。歡迎弟兄姊妹留意教會最新嘅消息，9月再一次同大家見面。以上就是今天的教會消息，謝謝大家的留意。願我哋喺新嘅一個季節嘅裏面，繼續一齊學習，一齊服侍，一齊經歷神。祝大家有一個蒙福嘅星期，平安。